大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上解的这日就是书，有人写书。另外，这个书嘛有考虑的意思，像讲三思、思考，嘛有咧想，或者是想要安怎的意思，像咱讲思念。另外，背音读作诗，嘛会当读作词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笔词，这个意思就是较纳软、较甜、较揪揪、较歹势的形。颠倒边的词就是大方、大方。第二个词无意无事，都爱读作事。会当讲是真无意思，讲一个人对朋友真无义气，或者是不管人讲的话做的代志。另外嘛会当讲是真无趣味的代志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你甲伊讲话，伊无啥要插你，你就唔通怪伊无意无事。伊本地个性就较鄙视，对逐个人拢是安尼，唔是特别针对你，你唔通放伫咧心肝底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书，另外一个音读作诗，嘛有人读作词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